歡迎各位嚟到最新一集傑出亞仙奴啦！呢一集咧就製作喺亞仙奴主場2-3輸出俾曼聯之後嘅錄影嚟嘅。首先要講話卡域克都可以話係亞迪達個黑星喎。咁記得啦，佢當年啊領軍曼聯咧，應該話係做呢個看守教練啦。咁啊嗰陣時蘭迪克都未上任啊。咁啊12月3號啦，咁啊2021年啦，咁啊3-2啦。咁就係擊敗咗亞仙奴嘅，咁啊當日咧 C 朗都入咗2個波嘅，咁啊此一時彼一時啦，呢場波又係贏3-2嘅。嗱咁但係睇翻咧就係啱啱過去周日嘅4場英超比賽啦，我計英國當地嘅時間咧，無獨有偶4支贏波嘅球隊全部都係作客嘅，咁分別森林作客2-0擊敗賓福特啦，車路士3-1擊敗水晶宮啦，維拉作客2-0擊敗紐卡素喎，咁同埋曼聯3-2擊敗亞仙奴嘅。嗱，首先要講一件事情啊，各位亞迷，我對於亞仙奴攞聯賽冠軍咧，仍然係有好大嘅信心嘅。嗱，因為呢一個咧，只要亞仙奴踢翻今季大部分時間嗰種平穩嘅水平咧，我覺得已經係足夠啦。因為我過去同大家講過啦，亞迪達呢一隻嘅冠軍球隊打造出嚟嘅氣質咧，係同其他過去我哋認知慣常印象嗰啲冠軍球隊咧，會係有唔同嘅。咁當然啦，間中你話發揮水平以上嘅表現啊更加好啦。嗱，不過實事求是嘅講翻最近呢3場波個水準啦，尤其喺90分鐘嘅時間裏邊，嗰個上落咧個幅度咧都幾明顯嘅。咁啊有跌嘅話，當然就唔係一件好事啦。尤其是對利物浦啊或者對曼聯呢場波都係嘅。嗱，呢啲只要改善嘅話咧，相信個成績咧仍然係可以穩定地領先落去嘅。嗱，不過仲有一點咧係比較利好嘅原因咧，好彩而家係發生喺1月份。即係呢幾場波嘅表現嘅不足啊嚇，咁啊當然有好多嘅原因啦，表現唔好。你話如果發生喺3-4月份嘅話咧，嗰陣時即係去到最後直路啊，先至嚟發生呢啲嘅問題咧，可能仲大件事。22-23球季咧就係發生呢種情況啦。不過嗰屆經驗就未夠嘅，但係球隊實際上嘅心理狀況仍然係好唔穩定嘅。有種講法，我再度要講，邀請對手嚟進攻啦，都邀請咗好幾年啦。點解咁多屆仍然係未能夠改變到呢一個嘅習慣呢？今屆特別係有陣時領先咗之後咧，唔好話對強隊啊，對住一啲中型班咧都開始會馬上會縮嘅啦。咁呢一種咧就係拖慢咗亞仙奴表現嘅腳步嘅。嗱，本嚟亞仙奴可以進步嘅幅度可能更加大嘅，更加快嘅。咁呢個拖慢咗少少就嚟自於咧教練嗰個保守嘅態度嘅。嗱，咁呢種心理上邊嘅限制規範咧，可能會令到球員個情緒咧出現一種厭倦啦，或者反噬嘅狀態嘅。即係你好容易就冇咗嗰個新鮮感啊！一落到場第1分鐘係有嘅，但係往往點解去到下半場好似攤唔着咁樣呢？嗰種球場入邊球迷所帶動出嚟嘅焦慮情緒，影響埋主場作賽緊嘅球員啊！球迷都好有責任。咁亦都有另外一啲嘅球迷向我提議啦，佢話文傑啊，你覺得咧有冇可能收購翻格列沙加呢？真係嘅，一個格列沙加，新特蘭冇咗佢會散嘅。咁你可想而知個精神感染力幾強大，而呢一類嘅球員咧，從來未必係最好技術嘅，但係佢哋天跌落嚟都當被冚嗰種咧，永遠遇到咩情況都唔會影響得到佢哋發揮嘅。咁呢一類球員，我覺得而家嘅亞仙奴係冇嘅。你諗下最穩定嘅一對中堅拍檔加比爾同埋沙列巴咧，都會有浮躁嘅表現㗎嚇。不過咁有呢啲大佬級球員咧，喺今時今日咧，權力越嚟越大嘅亞迪達嘅處理方式手底下咧，佢先係最大啦。咁啊都可能會受到一啲嘅掣肘嘅。嗱，過去咧各位巴打，我諗嗰個言論嘅嚇，我從來都冇表達過嘅，因為我覺得係唔係咧？咁啊直至到咧，我居然尋晚睇到大家啲留言咧，我睇到一位球迷居然講出同我咧有過呢個諗法一模一樣嘅，即係表達嘅就係話公式化足球，輸咗俾個人發揮。咁你睇下，尋日場波亞仙奴輸俾曼聯個場面，正正就係咁樣。咁要控制，越控制就越距離個控制咧，就相距甚遠。呢一個今場波賽後，亞迪達都有呢一方面方向嘅自己嘅反應嘅，佢自己都知道嘅。咁當然啦，你話進攻上邊個微調嘅變化咧，有冇咧？有嘅。我哋睇到啦，沙列巴喺最近呢個零月2個月嘅時間裏邊，多咗好多從後場推上前半場，或者送出一啲直線嚇。咁佢可能想成為一個進攻屬性比較強大嘅中堅球員啦。我覺得佢做得唔錯喎呢一方面。咁但係問題嚟啦。
個人個心態向咗進攻嗰方面咧，大家有睇到其實沙列巴今屆並不稱得上係穩健嘅一個中堅啦。又或者另外奧迪哥特啦，經常受到球迷批評啦，呢一場都係啦。話我覺得佢真係近呢2個月嘅表現都好平穩喎，真係唔係差㗎喎。當然如果你要佢去翻佢啱啱加盟時候嘅嗰種突破咧，咁啊你除非阿迪達都去翻嗰陣時啦，幾年前啦。如果唔係今時今日嘅佢咧，佢大概嘅踢法都係差唔多㗎。咁又一再證明咧，程式化、公式化嘅足球咧，或者某程度上真係掩蓋咗一啲球員嘅特色發揮嘅。咁啊，我記得第一循環啦，作客能夠贏到曼聯1-0啦，但係嗰場波咧，我哋真係偷走3分嘅啫。嗰場波曼聯嘅攻勢咧，老實講比呢一場咧係直接有威脅力。我覺得如果嗰場贏咧，佢哋先係贏得更加有說服力嘅一場。sorry， 嗰陣時雖然仲係艾摩廉帶隊啊，嗰場波阿仙奴唔好話唔輸啊，唔失波啊，都真係算偷笑啦。咁阿 Q 啲講2個循環1勝1負，咁你再睇翻你首循環，其實個表現都唔係太過好嘅話，我哋係賺咗㗎啦，或者咁講啦。如果呢一場波次循環仲係艾摩廉帶嘅話呢，或者我哋嘅機會又會大啲嘅。咁跟住落嚟呢，就要看圖分析啦。先至聲明，我係講球員嘅流動，我唔係講戰術分析啊。嗱，首先一嚟呢，5分零鐘啦，薩卡仔同天巴嘅配合啦，喺呢個右路嗰度啦。嗱，明顯係等住薩卡仔呢，側個波落去右路半空間嘅位置。你見到卡斯美路一路逆步逆出，跟住佢右路底線前擔住佢個位，唔俾你出波。角球都唔使輸嘅。嗱，卡斯美路呢啲預判卡位咧，呢啲出腳咧係非常之準成。嗱，另外一個波咧都係賽後一啲球迷咧廣泛截咗呢一段咧係廣泛談論嘅。嗱，呢個波就係班奴喺中後場中圈界線嘅後邊少少嘅位置控球嘅失誤喎，俾沙列巴拍上嚟拍甩咗喎，拍甩咗奧隊咧就同呢個耶穌仔嚟一個嘅互傳配合啦，跟住奧隊就好 sharp 醒咁樣咧。就分咗個波咧，俾迪勤懷斯後上嘅。懷斯啊，睇到奧隊嘅時候，懷斯自己都仲後過佢個位置。嗱，咁俾到迪勤懷斯啦。嗱，要講耶穌仔，其實今場波有好多球迷批評佢啊，但係佢其實回後策應啦，做咗好多咧，即係一啲快速嘅鋪橋搭路嘅。唔知你又有冇留意睇得到啦嚇？好啦，咁啊，迪勤懷斯咧推住個波一路推到禁區頂。嗱，呢個位置咧，佢有冇可能塞個比較長少少嘅直線入去禁區附近嘅位置，就俾托沙特後上咧？照計，如果大家鬥轉身咁啊，麥佳亞就應該唔及咧向前正面走緊嘅呢個托沙特喺左手邊個位㗎。嗱，但係懷斯咧就唔知係咪對自己嘅傳送技術啦。嗱，畢竟佢唔係一個傳球大師啊，咁啊，所以咧佢冇乜信心啊。結果佢擺態就望翻右邊嘅薩卡仔咧，由右路就移咗過嚟呢個中路嘅位置咧，中間走入去嘅。但係沙列巴咧就好似個右翼衛咁樣冚到上嚟，結果沙列巴就真係冚到入禁區裏邊嘅。一入禁區即係迪勤懷斯已經喺禁區頂嗰度，就仰手叫佢俾翻佢嘅。的而且確嘅，因為沙列巴啦嗱，佢未必有咁嘅速度啦，快速爆落底，即係推埋嗰一步啊，應該咁講嘅。咁結果佢都贏到個波嘅。如果夾硬傳中嘅話咧，可能俾唔俾到薩卡仔，可能俾到，但係俾唔到嘅機會會更加高。傳去遠處嗰邊嘅托沙特就俾人遮晒嘅，結果佢都係回翻出去禁區頂跑入去嘅迪勤懷斯。懷斯嗰波起腳射門咧就係省中咗利申道馬天尼斯嘅。呢個波我喺直播嘅時候講緊咧，就係沙列巴回傳個力水稍微細力咗啲，穩陣咗啲。如果係個力水堅挺行啲嘅話咧，可能懷斯嗰個距離同即係起腳嘅距離同利申道馬天尼斯咧稍微拉翻開少少，一個波位可能就差之毫釐謬之千里㗎啦嚇。咁但係沙列巴都盡做啦，畢竟都係後衞腳。但係我哋又要再睇翻啦，嗱，懷斯呢個波喺個高角度望落去啦，我哋叫佢上帝視角啊。但係呢個上帝視角又唔係話冤枉佢嘅，因為的而且確一個咁空嘅狀態底下，佢有冇可能劏到個波入去呢？俾左邊嘅托沙特啊，我意思係啊，咁啊，除非佢考慮埋呢個越位嘅問題咯。嗱，而呢格截圖咧就唔係啲咩進攻畫面嚟嘅，相反咧就係叫大家睇下啦。阿仙奴喺後場控球咧，我哋往往見到啦，嗱，多股就企翻後少少啦，其實佢都經常企前嘅嚇。咁就麥保姆啦同埋班奴係比較突前啲咧，就盡量做個遮線嘅工作嘅啫，即係後面咧起碼剩翻有成8個嘅隊友咧，都係穩固嗰個嘅防務嘅。咁呢一點咧，曼聯係依兩場波咧都係做得好成功嘅。好啦，跟住去到17分鐘過後咧，就有一次罰球右路啄埋去啦。咁啊見到蘇比文迪零零舍舍起跳啦，就力壓個卡斯美路嘅。嗱，蘇比文迪個頭槌咧越嚟越令人覺得佢勁㗎嚇。咁呢個波揞埋去啦，應該都係有少少碰到卡斯美路定係點樣？嗱，個波個距離係近嘅，力度啊夠嘅，不過角度就唔夠咧，俾拉文斯就擋出嘅。
呢一幅圖咧，同樣唔係啲咩進攻畫面嘅，就係大約10零分鐘過後啦，阿仙奴輕輕褪翻些少個控球權俾曼聯去用嘅，但係曼聯啲組織咧都係左右咁樣喺度互傳嘅啫嚇，即係都冇咩突破能力嘅，因為阿仙奴嘅球員咧都逼得好緊嘅。嗱，咁呢個亦都反映得到喎，你曼聯對住兩支嘅強隊曼城、阿仙奴啦，你打個突擊啦，尚且能夠揾到啲機會，但係如果對翻住啲中型班啦，或者實力比你弱嘅球隊啦，咁倒翻轉頭俾個波你用，要你打個主攻，嗱咁又有冇問題呢？呢個就真係呢，仲要俾時間去睇落去嘅。好啦，咁跟住26分鐘過外就出現咗呢一場波啦。我認為阿仙奴個防務出現危機嘅第一點啦。嗱，呢個波本身係拉文斯啊，我冇記錯啊，應該從高而落呢，開個龍門球啦。咁啊〜擺到落去咧就係呢個嘅般奴費南迪斯同埋沙列巴之間嗰個嘅位置，但係沙列巴已經係最後一個咯喎。你要知道，其實沙列巴一路咧向翻自己個龍門口嗰邊個方向跑咧，一路望住個波嘅，佢一路判斷嘅，又見到般奴逼埋嚟嘅嚇。但係般奴個勢又唔係太過狠嘅，但係逼埋嚟就肯定嘅啦。結果沙列巴個判斷咧唔係咁好啦，頂唔走個波啊，落咗喺般奴嘅腳下。嗱，呢個波收尾咧個腳咧佢就交俾多古嘅，但係多古亦都控得唔好，甩咗個波嘅啫。咁啊好彩喎，咁啊好彩之後咧28分鐘過後咧就輪到阿仙奴嘅攻勢啦。嗱，呢個波睇到呢個恩卡比啦嚇，一路左路嗰度推進啦。咁我哋見到曼聯個防守嗰度咧出現咗咩問題咧？原來點解麥保姆又冇得追嘅喎？咁達洛治又要睇住呢個托沙特喎。咁啊原來望一望啦，阿馬達迪亞路喺個中圈位置，咁啊變咗咧恩卡比難得有個空間咧，咁啊推到上嚟啦。咁啊大腳斬去呢個遠處嗰邊啦。嗱，多股啊本身頂嘅，嗱，所以話多股啲小技術啊或者球技個判斷咧，嗱個表現好嘅，但係本身個技術底咧都仲要再磨練一下。呢個波從高爾諾揼到嚟，你夠力水，一係你保障嘅，你睇唔到後邊嘅，或者隊友嗌一嗌嘅，你咪頂出底線先咯。什麼都不是，完全頂高咗個波，身後面嘅薩卡仔從高而落，立個波落嚟咧，薩卡仔係立得好靚喎。然之後沉底傳中啦，咁啊奧隊呢個波小禁區頂就撻射啦，撻咗落去利申度馬天尼斯啦，同埋呢個天巴後上入到去小禁區頂嗰個位置嗰度，咁天巴掂到再碰到利申度馬天尼斯入網嘅呢個波嚇。咁啊擺烏龍嘅，不過我相信如果天巴射正咗嘅話，應該入嘅機會都好大啩。嗱，領先咗嘅阿仙奴啦，係威係勢之後咧，曾經有過1-2分鐘咧，想繼續爭取攻勢嘅，但係咧唔知點解喎。好急躁啦！即刻個表現已經啊，唔係話你唔攻啊，有陣時睇得到你啲攻勢，你嗰個去勢咧，都表現得出你個心理狀態咧，唔係太過穩定嘅。即係呢個波咁樣塞埋去想俾奧隊啦，奧隊兩個對方球員嘅夾擊底下甩咗喎，俾對手還拖嚇，我話呢個波回翻出嚟咧，薩卡仔喺中間亦都攞唔到，好啦，般奴費南迪斯喺中圈附近嘅位置咧，控定個波，睇定你麥保姆喺前邊走位一交。咁啊交俾麥保姆啦。咁由於因為沙列巴啊谷咗上嚟啊嘛，可能佢唔諗住呢個攻勢咁快俾人打翻轉頭啦。而加比爾同麥保姆之間咧，本身有一段距離喎，結果就形成咗呢個2對1，但係麥保姆佔咗先機嘅畫面啦。因為咧就麥保姆呢個波咧，明顯睇得到佢因為慣用左腳啊嘛，佢咁樣咁大機會推進喎，推翻嗰邊面對住酋長球場主隊球迷喎。係咪？所以佢擺翻上隻左腳咧，諗住個餐市大啲嘅，咁變咗推進嗰個航道咧，就稍稍喺外線嗰邊多少少啦。嗱，微稍稍嘅啫，都係。咁沙列巴要好快翻嚟包抄翻先啦，包抄頂得住嘅，麥保姆亦都好冷靜扣翻順個波，交後衝入個禁區頂位置嘅呢個般奴一射斜出嘅啫嚇。咁樣好地地一個進攻咧，輾轉間所謂曼聯呢兩場波嘅成功咧，就3-4腳波打到去你心臟地帶。呢一次咧，係上半場阿仙奴出現嘅第2次危機。好啦，另外呢個波咧，我哋再一次欣賞翻阿沙列巴嗰種咧，而家好中意喺後場咧，擁住個波，推住個波咧，去到前半場嘅。嗱，呢個波就係一個例子啦。借中路咧，薩卡仔個勢咧，自己仰過埋對手啦，壓住喺右路邊線嗰度啦，然之後交個直線就俾天巴嘅。咁啊，天巴後上去推進嘅，咁啊，最後雖然都唔能夠構成一個攻門嘅機會啦。咁啊，呢個只不過一再證明一件事情咧，就係沙列巴嗰個進攻屬性係越嚟越強大啦。咁佢嘅出擊咧，某程度上係為進攻帶嚟一啲嘅變化，或者我哋叫生氣嘅嚇。好啦，跟住咧就去到阿仙奴失嘅第一個波，俾對手追翻1-1啦。36分11秒嘅呢個時間啊，你見到沙列巴喺後場控住個波，其實大把時間咧，俾右俾左都可以嘅。或者你回翻俾門將啦，嗱，但係佢咧好慢嚇，
咁啊可能領先緊1-0嘅，咁係唔係就是一切呢？蘇比文迪啊仲喺中圈嘅呢個位置，咁結果遲遲未能夠交出呢個波，去到36分17秒，即係6秒鐘過後啦。咁結果我哋睇到啦，蘇比文迪就回後策應咯，由11秒去到36分24秒呢13秒呢，都仲係相安無事嘅，都仲係穩定嘅。咁但係呢10幾秒嘅時間，你都唔能夠將個波傳到向前。我又睇唔到曼聯嗰個前場嘅逼搶係有嘅，但係又唔係話好直接、好有威脅。咁做咩事呢？要咁慢吞吞呢？嗱，咁呢個波真係好有問題嘅。好啦，到再回翻俾沙列巴嘅時候咧，麥保姆喺遠處嗰邊，佢就甩開咗加比爾啦。咁加比爾又唔嗌住呢個沙列巴嘅，唔知有冇嗌咧？可能聽唔到啦。麥保姆就靜靜雞走埋沙列巴身邊，麥保姆走埋嚟咧，同埋班奴收窄咗個封擋範圍。咁你做乜要搞到自己去到一個咁樣嘅地步咧？結果你俾人埋嚟咧，你就甩啦。即係明顯佢睇得到今場波自己防務上面嘅信心唔係好大啦。咁麥保姆拍埋嚟，又有班奴嘅限制啦。結果佢擒六咁啊，俾咗去呢個蘇比文迪嘅右腳嗰邊嚇。咁變咗搞到俾蘇比文迪咧，嗱，文迪呢個波就好似練波式咁樣啦，求其一啄想啄翻俾門將嘅大衛拉雅啦，點知個力水控制得唔好啦，咁啊當然個波就交咗落去俾麥保姆偷到啦，應該話啦。咁但係呢個波佢面對住班奴一轉身，企圖想拍埋嚟嘅時間，佢都已經冇個空間去準備咁滯啦。咁再加上自己真係交得差嘅呢個波嚇，不容否認嘅事實。但係呢個波，咁去到最後當然麥保姆啦，嗱，麥保姆都處理冷靜嘅喎，入到禁區裏邊都吸過對方咧，然之後再射過呢個大衛拉雅嘅喎。咁啊麥保姆值錢嘅地方就係佢喺禁區裏邊嘅冷靜咧，我覺得英超嘅攻擊球員嚟講咧唔係太過多嘅啫，就係咁樣啦。咁但係蘇美文迪呢個波自己處理失當，亦都係俾沙列巴累嘅，但係更加整體上面就係成個防務加比爾、沙列巴、蘇比文迪全部都有好大嘅責任，而呢個波玩咗10幾秒唔能夠傳出，跟住交失，其實係可以避免嘅。所以阿仙奴啲失波呢，往往更加大嘅情況底下呢，係成個防務嘅唔集中所產生嘅問題。不過睇直播嘅時候，可能我哋失望啊，但係實際上我再重溫一次呢個比賽呢，其實啱啱俾人追翻1-1之後呢，阿仙奴都即刻提起翻個精神去進攻嘅。呢個波就係進攻右路禁區裏邊位置嘅耶穌仔啦嚇，咁啊踢過對手啦，再喺底線前咧吸翻個明路啦，回翻個波出嚟啦，奧隊就漏過嘅，向前走漏過啦，就俾到後上啦，想將功贖罪嘅呢個蘇比文迪嘅，蘇比文迪又嚟一招咧，好似對聯賽杯車路士所入嘅第3個波咁樣啦，又係喺禁區裏邊向橫推嗰個對手，然之後起腳嘅，不過再起腳咧就省中咗麥佳亞，就唔成功嘅啫。而阿仙奴今場波一對中堅要打低分咧，好似呢個畫面又證明到一切嘅。沙列巴喺後場咧打煙腳向橫交彈俾呢個加比爾啦。其實呢啲傳送咧，由於因為唔係舒服地一個地波完全掌控嘅關係啦，都有啲麻煩嘅。咁而加比爾將呢個波咧頭槌咧點向前喎，實際上邊佢都唔能夠完全掌控個皮球嘅。咁如果波咁啱咪頂咗落去呢個班奴費南迪斯腳嚇，班奴費南迪斯一睇到咧呢個麥保姆喺中間移過右路嘅走動啦，咁喺呢個沙列巴嘅身後啦，咁啊即刻啄個長傳過頭波埋去啦。咁啊呢個過頭波就令到呢個麥保姆得到一次禁區頂嘅窩里起腳射門嘅。老實講，曼聯今場入咗3個波啊。好啦，下半場一出到嚟咧，我哋欣賞到呢個畫面啦。多估下半場出到嚟一段時間啦，非常之 fit 㗎嚇。咁首先呢個波啦，佢就喺呢個進攻左路嘅位置啦，薩卡仔從後啊望住佢攞到個波都冇辦法嘅。班奴就走向前少少嘅位置咧，就準備策應嘅。咁你見到添巴啦、沙列巴都喺班奴嘅前邊㗎啦。蘇比文迪咧就喺呢個班奴同埋多古嘅後邊，另外仲有迪勤懷斯。咁多古同班奴費南迪斯嚟一個互傳啦，但係我哋已經見到薩卡仔、迪勤懷斯啦、蘇比文迪3個球員咧，其實睇住佢2個咧，猜你3個人喎咁樣嘅狀況喎。結果一路橫傳嘅時候咧，可能呢個迪勤懷斯個判斷亦都有啲問題啦。而蘇比文迪嘅最後當多古接應呢個班奴嘅橫傳嘅時候咧，最後嗰個5-5波出腳嘅攔截咧，咁蘇比文迪咧就攔唔到嘅。咁最後俾呢個多古咧就喺禁區頂射咗個世界波入網啦。射得靚啊！
咁跟住之後，大家就要睇啦，多古有冇犯手球呢？嗱，從呢啲個波搭住隻手個畫面就唔代表佢隻手又掂到個波啊！佢亦都縮手縮得幾快下嘅，照計個波就冇因為掂咗隻手咧而影響到一啲咩嘅去勢嘅，因為個波同個手係有重疊嘅畫面出現，但係你話有冇掂到手呢？我自己就覺得好難100%去證實嘅。老實講，我做直播嘅時候我都以為咧佢會係有手球嘅，但係一而再再而三睇翻個慢鏡。真係比較難判斷一啲嘅，咁而甚至乎去到你而家睇緊嘅呢一幅圖啦，嗰個畫面你話係喺個腰間側邊掂到個波啊，定係個手臂下邊部分掂到個波呢？咁直至到佢起腳射門啦，但係問題呢，呢個波更加反映得出啦，阿仙奴你人多打人少嘅情況底下嚇，你俾人咁樣都起到腳呢，咁呢個自己防務其實鬆散嘅問題，所以呢個波我做直播嘅時候我都嗌咗出嚟，我話其實好啊，當一個入波咯嚇，世界波佢本身真係射得靚噶嘛，咁再加上你阿仙奴下半場一出到嚟嗰5分鐘完全夢遊啊嘛，呢個係一種懲罰嚟嘅，下半場出到嚟唔係應該更加充滿熱血嘅咩？咁頭先講過啦，阿仙奴落後咗之後咧，都有3次嘅攻門機會㗎嚇，就係3次入到對手嘅心臟地帶嘅機會，好可惜都未能夠把握得到啦。嗱，但係威脅都唔係話太過大啫。然之後就一口氣一個恐慌性換人，換入咗4個球員啦，美連奴、艾斯、Ben White 同埋約基列斯嘅嗱。換人係啱嘅嚇，但一口氣換4個咧，即係好似真係好明顯話俾人聽，喂，我哋而家唔多掂喎嚇，要救亡咁樣嘅心態啦。換得太多人入嚟，一時間調整嗰個配合默契咧，又要花啲時間啦。所以變咗你未換入嚟之前，本嚟阿仙奴逐漸攞翻個勢㗎，換咗入嚟之後咧，你又見唔到有太過比較好嘅形勢啦，嗱，一口氣換咗4個後備球員入嚟啦，嗱，最快入局嘅咧就係美連奴啦，始終佢中場又經常攞住個波嚟用啦，咁另外一位咧約基列斯唔錯喎，嗱，約基列斯咧呢一場波入到嚟咧，大家有冇發覺咧？過去我哋嘅印象可能佢比較偏向中間或者左路啦，但係其實呢一場波咧係右路居多喎。咁呢個玩法，我覺得約基列斯個表現唔差嘅。嗱，首先咧，一個我冇截到圖嘅，佢就係走個右路邊線啦，轉到身用腳面回翻個波出去場中間，咁啊做得好瀟灑嘅。嗱，另外呢一個波咧就明買接應後場嘅傳送啦，去到70分鐘過外啦，咁就右路邊線底線前嗰度咧就壓過呢個卡斯美路啦，直接壓過埋嘅就係利申道馬天尼斯呢兩位嘅南美洲球員啦。然之後右路底線刮個波出嚟嘅，咁但係刮咗個波出嚟之後咧，對手咪解圍咧，未能夠完全成功咯。攞喺艾斯腳下，艾斯就背轉龍門身咧，就回後就俾美連奴後上嘅射門嘅。嗱，但係美連奴呢個後上射門咧，又有另外一個手球嘅爭議咧，就麥加亞跌低啊，向下跌嘅時候咧，嗱，佢隻手就明顯掂到個波嘅。不過有鑑於佢跌落地，你梗係要有隻手支撐㗎啦嚇，佢唔係完全有心去阻截個波嘅去勢啦，但係就碰到嘅。咁所以呢一個波嚟講咧，球證亦都冇俾12碼嘅。咁我覺得兩個手球嘅判決咧，大體上都合理嘅。但係跟住之後又輪到曼聯嘅攻勢咯喎。嗱，頭先我講過打過頭波咧，今場波應付阿仙奴咧，其實就冇咩機會嘅。上半場有過一次啦，下半場就有呢一次啦。卡斯美路嘅中圈附近嘅位置咧，就得個過頭波啦。俾到喺呢段時間咧，領先2-1之後啦，頻比較突前一啲嘅多股嘅，因為嗰陣時咧，甚至乎麥保姆咧。都已經係被換走啦，就由古亞入替啊！今屆收購嘅幾位貴價前鋒咧，就輪流上陣用啦。咁多股就頻突前過呢個時間就突贏咗嘅喎。咁啊，沙列巴追翻佢嘅，不過多股呢個波咧控到落嚟啦，就反映得出佢個控球技術真係麻麻地嘅。第二佢冇右腳，有右腳嘅話都起咗㗎啦。佢冇越位㗎，佢突破到㗎。咁但係結果佢就只係能夠咧轉翻身交翻後邊嘅啫，咁呢個波最後亦都無功而還啦。咁呢個亦都係阿仙奴啦下半場啦一次幾明顯嘅險象嚟嘅。好啦，約基列斯之有表現咧，今次咧就係同呢個嘅馬杜亞基個配合啦。約基列斯同樣喺呢個進攻右路嘅邊線啦，就後生傳交俾馬杜亞基啦，啱啱入場啦，哇生龍活虎咁啊快放呢一路爆啊咁樣嘅嚇。咁就有呢個畫面，咁啊最後咧就係冇產生一個更加大嘅威脅嘅。80分鐘過後咧，薩卡仔啦，因為馬杜亞基嘅入替啦，佢係移過左路遷就佢喎。睇嚟阿迪達咧喺呢啲關鍵時刻咧都唔夠膽夾硬嚟啦。咁啊馬杜亞基都踢翻右路好啲啊。薩卡仔就一就佢啦，一次嘅左路傳中咧，約基列斯衝頂啦。嗱3番4次咧恰到晒呢個利申道馬天尼斯㗎，唔夠佢跳頂嘅。不過最後呢個波究竟係約基列斯個膊頭自己撞高咗啊，定係掂到尼馬嘅咧？咁但係球證就判俾曼聯一個龍門球嘅。嗱，從呢方面亦都睇到啦，約基列斯個身形啦。咁大家有冇考究過一點咧？其實過去英超啦，大體上都約基列斯踢正選嘅。咁唔係話耶穌哥唔好啊嚇。咁
但係有冇呢個改動嘅必要呢？咁啊馬後炮啲咁講啦，因為約基列斯個身形照計衝擊一下利馬同埋呢個麥加亞呢，可能會係更加一種直接嘅手段都未定。但係揀咗耶穌仔又想踢地波啦，但係地波又唔係太過撕破到對面嘅防線喎。好啦，跟住呢，搏到一次嘅角球啦，薩卡仔開出啦，咁呢個拉文斯打出啦，輾轉間薩卡仔呢就攞到 second 波啦，推到禁區裏邊啦，邊個都唔交，咁就突然之間呢，靈光一閃，咪射個地波窄角度埋去呢個拉文斯嘅左下角嗰度啦，呢個地波幾行下㗎嚇，咁但係就俾拉文斯擋咗出底線啦，但係過得初一就過唔到15啦，呢個波再度開角球出嚟啦，今次咧麥加亞拉文斯咧都唔能夠打走咗個波嘅，或者頂走個波，結果落到龍門口面前啦，跟住美連奴就起腳施射，結果咧色斯高就喺白界線前嗰度撈翻個波出嚟，但係實際上望真啲。原來係白界線後邊，即係話呢個波咧就已經係入咗㗎啦。咁美連奴有見其功啦。我記得對住紐卡素嗰場波嘅作客咧，又係80零分鐘美連奴頭槌入波㗎。我諗緊，咦會唔會3-2呢？當然啦，作為支持自己球隊嘅球迷，咁我梗係希望3-2啦，係嘛？咁當然最後都係3-2。好啦，由美連奴嘅入波啦，以至到 check 埋 VAR 啦，再重新開波啦。咁跟住馬杜亞基有嗰次快速嘅推進之後咧嚇，咁然之後又輪到曼聯嘅。咁啊叫第一次打翻過嚟嘅攻勢啦，咁呢度其實相隔咧都係3分鐘左右嘅時間啦，咁啊阿仙奴就再度落後嘅。嗱呢個波就係般奴費蘭迪斯嘅進攻，左路就同明路嚟一個配合，咁其實睇到美連奴喺呢個波企圖攔截咧，就唔知點解個步穩就唔係好穩嘅，跟住就跌埋落地下添。嗱佢跌落地下咧，其實係好大件事嘅。咁啊迪勤邁斯要焗住啦，咁啊擔住兩個人個位喎，要睇住明路啦，亦都要睇住啊喺個身後邊嘅呢個古亞，所以你見到懷斯個企位咧都唔夠膽去盡嘅嚇。咁既然有咁多空位，明路其實都好舒服地啊篤向前邊俾到呢個古亞喎。咁啊你睇睇艾斯企嗰個位置，唉，其實可唔可以做多少少嘢咧？OK 嗱，咁啊古亞啦就憑住個人技術啦，過去狼隊呢啲禁區頂嘅射門啊，就要射出嚟係世界波嘅咧，都有過唔少嘅。呢個波佢舒服地轉身，懷斯已經咁樣咧東奔西撲啦，再回身追截唔到佢噶啦。但係禁區頂峨眉月前邊一炸，呢個空檔位置都真係好壯觀啊！嗱賽後咧，韋拉有個發表嘅，咁我覺得幾大程度上咧就係去翻我哋球迷之間嗰個最大嘅講法啦。呢場波落敗嘅原因咧就係嗱韋拉就咁樣講嘅，佢話其實應該去翻嗰個足球嘅本質，要回歸翻呢一樣嘢先啱，應該要放開手腳去踢啊嘛。咁啊進攻個範圍裏邊咧，盡情展現自己嘅技術實力啊嘛。佢話阿仙奴呢支球隊嘅優勢本嚟就係要創造機會，以至到完成射門嘅。尤其你喺主場出戰嘅時間，佢哋個控球喺進攻嘅侵略性應該本嚟就好強噶嘛。咁啊，今場波就只係啦，球隊入邊咧有部分嘅球員個發揮咧就未去到最佳水準嘅。咁呢啲未去到最佳水準嘅球員呢，就係佢認為都影響到全隊嘅表現嘅。咁韋拉就覺得啦，佢話薩卡仔個表現就太過沉寂嘅。佢認為佢就算唔係最頂尖嘅進攻球員啦，亦都係最出色嘅其中之一位㗎啦。咁喺呢種強強對話嘅狀況底下，你應該期待佢咧就能夠孭起隊波，咁啊亦都係踢得出色先啱嘅。佢話托沙特同樣都係球隊嘅關鍵球員，不過佢認為托沙特呢一場波嘅發揮，都係一言難盡。嗱，不過咁講，我有啲反駁嘅。薩卡今場波嘅表現唔算太過沉寂㗎啦。咁其實無論唔計開角球啊，佢都製造過啲沉底或者塞直線嘅機會嘅。好啦，然之後咧，韋拉亦都講到咧，就迪近懷斯啦，佢話佢跑動係好積極㗎，咁啊亦都拼盡佢嘅力量嘅。但係你希望仍然佢咧就能夠更加專注，更加多咧插入對手嘅禁區參與進攻。佢話中場位置上邊咧，佢認為啊只有迪近懷斯一個人咧係打出咗應該有嘅水準嘅。嗱，關於韋拉嘅呢番言論啦，我最認同咧就係嗰個要放開手腳啦，即係唔好太過多規範。一句講晒，咁啊仍然係冠軍嘅大熱門嚟嘅，能夠阻止阿仙奴攞冠軍嘅咧，除咗阿仙奴都冇另外一隊啦。大家明白我嘅意思啦。咁啊，首先咧要戒除嗰啲嘅浮躁不安嘅心態，希望主場嘅球迷啦，唔好咁多嘆息聲音啦。英倫嗰邊啲記者都話，尋日嗰場波啦，一俾人追和之後啫，直至到半場時間休息咧，一稍為喺場入邊傳失一個波咧，就有啲微弱嘅噓聲嘅嚇。咁啊，亦都記者亦都問到阿迪達聽唔聽到啲噓聲嘅。咁啊，睇下你坐喺邊個座位啦。咁我睇電視咧就唔係太過聽到乜滯嘅。咁啊，即係球迷嗰個不安嘅情緒咧，其實蔓延
影響到球員。嗱，曼聯今場波啦，呢個嘅麥保姆單箭頭啦，踢一個飄忽嘅箭頭啦，而班奴啦同埋呢個多古啦不斷前壓或者不斷係回防上落啦咁樣嘅。咁但係既然佢哋踢嘅係突擊啦，反而呢啲球員有足夠嘅空間俾佢哋發揮佢哋嘅性格特質啦，例如多古啦，以及佢哋頂級嘅質素，例如班奴啦，以及係麥保姆。而因為咁樣導致到喺防務上邊咧，起碼有7至8個球員咧，經常喺禁區頂嘅位置咧，亦都唔輕出嘅。呢個係建基於咧，曼聯咧面對住強手啦，係嘛？佢爭取一個人少打人少嘅反擊咧，係發揮得淋漓盡致㗎。對曼城個後防簡直係弱過弱煲添啦，嗰場波嚇。對亞仙奴基本上邊咧，雖然佢哋都做唔到啦，往往能夠打到去對方身後。或者叫做兩邊嘅進攻，佢哋都冇咁滯嘅呢一場波，唔構成到啲咩威脅嘅。咁但係打到佢身前，果斷嘅起腳。咁啊，其實古亞嗰個世界波喺嗰啲位置，對於佢嚟講係好熟悉嘅。所以我就係話咧，呢一場波係曼聯嘅球員咧，能夠發揮得到自己個人嘅特長。而所謂冇咩戰術嘅太大嘅規範就係咁解啦。咁但係如果一旦曼聯面對翻啲實力冇咁強大嘅對手，咁啊點呢？即係倒翻轉頭，人哋踢翻佢哋而家踢緊嗰套喎。咁佢哋爭取一個主動係嘛，爭取更加多個控球，佢哋又會點樣去處理呢？嗱，呢個我哋要再觀察嘅。過去喺曼聯嚟講啦，無論係一個低沉嘅時期啦，或者係平穩嘅時期咧，呢啲嘅代表作其實好多嘅喎。但係你面對其他對手又夠唔夠穩定呢？嗱，呢一個咧先至係直接勾畫出你曼聯係咪真正復甦啦？好啦，跟住應承咗講艾斯嘅問題啦。你見我封面都落咗佢啦。咁啊，嚟自於呢一場波一啲嘅截圖啦，以及咧就係英倫嘅每日電訊報啊，大約喺1月9號、1月10號之間發表過一篇嘅文章，就剖析咗艾斯。喂，有啲咩原因呢？突然之間連續4場英超咧，都係擺喺後備席上邊係冇出過嘅咧。係有啲咩原因呢？嗱，先睇一睇我嘅截圖先啦。譬如話好似呢一張圖咁樣嚇，連續幾格艾斯就喺呢個中圈位置附近就等待後場嘅添巴啦，向佢作出一個傳送嘅。添巴嗰陣時就移動咗過去呢個嘅左閘位置嘅。嗱，本嚟咧佢身旁係有好多空位嘅，但係佢係企喺度等個波啦咁樣嚇。O.K. 到個波喺佢腳下嘅時候咧，對方嘅球員夾埋嚟啦，但係仍然擁有一定嘅空間去處理個波嘅。咁當然，如果從呢個嘅視覺畫面咧睇嚟，佢想傳交嘅位置全部都俾對手封死晒。咁但係作為一個球星，就係要喺壓力底下點樣保持個皮球啊嘛。下下啲波到腳即刻要分翻出去嘅，就唔係叫球星啦，嗰啲係咪先嚇？咁但係呢個波艾斯一攞定個波咧，都已經見佢信心唔係好大啦。咁然之後咧，到對方咧兩個球員咧拍埋去啊，夾甩咗咁滯嘅。最後好彩護得翻個波，交後翻咧就俾冚到上嚟嘅添巴，叫做係維護翻呢個控球權嘅啫。咁但係艾斯呢啲咧從後俾人夾擊拍甩啦，佢好似毫無警覺地咁樣咧。呢啲場面次數今屆出現過唔少啦。咁另外一次咧，佢就喺進攻嘅左副位個位置啦。咁佢啊嚟自同薩卡嘅配合咧，然之後自己咧。咁啊望唔到隊友俾嘅，同樣個位下，咁啊堅決轉身啦，就將個波咧強硬地推向靠近中路嘅位置咧，然之後見到中路咧其實有球員隊友接應嘅，包括咗托沙特啦，包括咗添巴啦，都喺禁區裏邊嘅位置嘅，咁佢就果斷地咧就塞咗個咧半手術刀式嘅傳球咧，就入到禁區裏邊，俾到添巴喎，咁啊但係添巴控咧最後都唔能夠起到腳嘅，然之後麥加亞亦都解圍嘅呢個波啊。嗱咁，但係從呢一下咧，艾斯呢一個嘅傳送咧，要讚嘅，做得好嘅。咁呢一個就係艾斯啦。對比之下咧，佢可能反而係更加有膽識去送一啲直線傳球入禁區俾隊友嘅球員嚟嘅。雖然佢唔係一個傳統意義上嘅輸血管、指揮官，但佢偶有呢啲嘅發揮。直接啲講句啊，你個戰術咧好可能咧大部分你要圍繞住艾斯嚟建立嘅。好啦，而英倫嘅傳媒每日電訊報啦就有咁嘅分析㗎。呢個1月頭1月10號之前嘅報導啦，嗱主要咧佢哋第一就講出一點咧，就係奧迪哥特。仍然係球隊嘅核心啊！本嚟以為奧隊啦個主力位置會岌岌可危嘅，但係咧結果佢復出之後咧，馬上就搶翻個絕對關鍵嘅位置啊！而兩位嘅踢波方式都好唔同嘅。艾斯咧就頭先我講過啦，一個瞬間爆發嚟決定比賽嗰類型嘅球員嘅。咁奧隊就更加多咧，通過一啲嘅掂波啊、傳球啊、走位咧嚟控制住個比賽嘅。嗱，咁有項數據咧就係嗱，呢個係嚟自1月頭之前嘅比賽統計落嚟嘅數據啊，1月頭嘅嚇，大家要聽清楚嚇，咁啊參考下啫呢啲。
就係話奧隊咧平均每90分鐘咧掂波嘅次數有70次，艾斯咧46次。咁奧迪哥特平均每90分鐘傳球嘅次數咧57次，艾斯咧32次。嗱，呢個對比落差都好大嘅喎。咁另外啦，奧隊平均每90分鐘創造機會咧2.8次，艾斯咧0.8次。篇文章分析到第二點咧，就因為佢哋話咧托沙特個狀態非常之好。嗱，咁呢個我就唔講啦，因為我覺得呢個原因就比較勉強咗少少。咁第一，艾斯都唔係一個適當嘅左翼位置嘅人選啦。理論上佢哋個位係可以並存嘅。OK，咁我直接跳落去第三點講啦。第三點咧就係講啦，適應阿仙奴嘅要求嚇。嗱，最近咧就喺1月頭之前嗰4場嘅英超啦，佢都係冇正選嘅，甚至乎阿仙奴喺下半場咧，好多時間咧處於一個領先嘅局面啦，而可能稍稍要加強翻個防守啦。咁啊更加唔會換入艾斯咯，因為艾斯係一位進攻型嘅球員啊嘛，而唔係能夠咧喺中場掃蕩嘅嗰種嘅球員嚟嘅。嗱，過去我都講過嘅，咁啊喺水晶宮嗰大約5年嘅時間裏邊咧，應該話啦嚇。艾斯經常咧都好自由嘅，遊走於中場啊、進攻3區啊，其實佢冇需要負擔比較多嘅防務職責嘅。過去我睇到佢喺水晶宮啦，都回後鬥翻住個位咧，策應大家防守員回翻出嚟嘅波嘅啫。佢都好少落到去呢個真係正宗左閘位嗰啲位置咧，去幫手協防嘅。嗱，但係咁樣咧，唔需要太過多嘅防守任務咧，喺阿迪達呢一支嘅阿仙奴咧。呢啲咁嘅角色咧，基本上係冇嘅，即係全部球員都要去防守嘅。嗱，艾斯個踢法咧，如果佢唔能夠適應呢一點咧，或者唔能夠改善佢嘅防守技術咧，我唔係太睇好佢喺阿仙奴嗰個嘅前景嘅啫。嗱，咁的而且確嘅喺水晶宮嗰個進攻嘅路線規劃啦，係比較簡單一啲。基本上佢攞住個波啦，你會見到啦，伊斯美拿沙亞啦、馬迪達都即刻開動㗎啦。如果有餘力嘅話咧，可能連田大地啊都會幫手冚到上嚟嘅添，或者係左右翼位嘅球員啦，尤其是係右邊嘅嗰個蒙路斯啦咁樣。咁但係艾斯個推進嘅續航能力又唔夠喎，佢唔係嗰啲好有爆炸力嗰啲黑人球員喎，基本上佢推多2步咧，佢放唔甩個波咧，佢都幾容易俾人扯甩嘅。嗱，即係艾斯咧，坦白講，好波之餘咧，佢都有你可以當佢係入於咧嗰啲優缺點都幾明顯嘅嗰類嘅球員嚟㗎。咁所以我個人嘅睇法，艾斯你要用好佢嘅話咧，你除非教練願意為佢咧打造一套戰術去圍繞住佢建立嘅啫。咁呢個亦都反映咗個季初嘅質疑，其實買佢係點樣用咧？咁啊去到聯賽咧，就下一場就作客列斯聯咯，都相當之難踢啊！你又要諗下對手第一循環咧。嚟到你酋長球場大敗於你腳下，咁啊睇下佢哋會唔會有個復仇心態非常之強烈啦。不過我覺得咧，一拋開咗啲心理包袱咧，阿仙奴就係邊一隊都唔驚嘅。好啦，今集嘅節目時間就嚟到呢一度。